大家问千万日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，总是拜一。一般咱台湾真侪传统市啊，拜一拢是休困，袂歹的就是禁毒，无太猪肉，嘛无卖猪肉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毒，禁毒的毒，读倒毒第5条。台语字典解说这个毒的意思，就是胎精生破开的意思。卖当讲是胎精生啊场，像讲毒杀场、毒手场。若专门胎猪的毒杀场，就是猪毒，嘛有人讲是猪灶。另外专门胎猪、胎牛做职业的人，就是毒户。若是讲无胎精生啊，无卖肉的时间，或做禁毒。解除禁毒，就是开毒。另外，嘛有人说这个毒，带大家做过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猪毒，意思就是胎猪做职业的人；第二个词读做禁毒，意思就是禁止毒杀精生啊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咱台湾的市场一般拢是逐礼拜一甲重要的民俗节日过顶天会禁毒，猪毒的毒户无胎猪，所以传统市场就会休困一天，开毒才会卖肉。假使讲，若是咧禁毒这段时间有需要，就要去超级市场或者是大卖场买肉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毒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